7月2日大罢免特别投票，那里拢开始动员。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今仔是去花莲，替测试要举办的罢团大示警来做势。国民党嘛做青年战队，要来加强网络宣传。面对罢免的国民党立委辜富廷，第一个名册是用本色来形容罢团，罢团嘛呼吁民众都爱出来登同意票。 我今天特别穿的像垃圾袋呢，就是要来立法院收垃圾。听讲用本色都爱造型，表达对选区立委的不满。罢免国民党立委辜富廷的团体淘汰牛魔，指控辜富廷伫私人的面册发文用本色甲因形容，佮甲因理。不过辜富廷回应讲，公局议题讨论爱建立的真实，会透过选举公报来镇压纠纷。我想他是要去引导说，他私人的东西怎么可以被公开？既然那些都是你的朋友。 为什么你的朋友会选择把它公开？我们这个罢免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，宣称他们的罢免理由千真万确。那你的数字基础是什么？你的事实根据是什么？收到选举公报的时候，多花一点点时间，认真的看一看答辩书，因为这一份答辩书不只是答辩，也是打脸。 我们会拆穿所有的谣言。为着反制罢免，国民党青年团也动员起来，收备战队，拿全台湾支援街头热战，搁要用低影音社区宣传伫控制车边。又拿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一个月来访问花莲世界，也替基登港的罢免团体大调警，先来赞声。我们贴文主题叫赖清德干净吗？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每天在台上说着赖，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些。 谎言通通给揭穿。民进党一直以来就是做公民的后盾啊，在第3阶段与公民同行。有预估说这次可以发展到几期吗？我想公民运动我们必须要尊重啊，我们不做预测，也不做这个立场。7月2日第一波南为罢免投票是剩无20天，国民团体发起的华国大调警会对花莲出发，顺时钟是台湾。针对总统赖清德下令支持罢免，林佑昌强调会全力协助罢免团体，因那花莲的拿赢是透过大型的关门宣讲来勾引的选票，全力反罢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